节目继续哈，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来自于台北的阿信哥跟严彩凤，彩凤姐要为我们带来国语歌曲《烟花易冷》，借由大家的双手给予热情的掌声鼓励。谢谢娃娃，谢谢导播摄影师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大家好。
谢谢我们的阿信哥跟彩凤姐，感谢你们的光临。下次有机会记得一定要再过来哦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抓紧时间，给后面的时间我们抓紧一下。谢谢两位大哥大姐，感谢烟花易冷好听的歌曲。接下来。